文道明聪，纯阳省察，心存敬畏。12物尽，斩草除根，气出浮躁，气盛生事。待人处事温良简公，至诚无喜，暗示无欺。26顺读，时刻战敬，见义勇为，不分物我。万类相感，以忠以诚，无义而刚，有道而正。法孝百水，一生清节谦。名不伤察，直不逆诈。大忠至正，磊落光明。起心动念，青天白日。奉公正己，心正感神。端正威仪，敬以修身。以汤罪己，节作罪人。不信一说，行无偏志。视听言动，合乎中庸。无领凡这非卵显化，修身阐释贵在知行。诵经明心，依经实践。过无惮改，不有二心。再论人道纲常伦理，仁孝律机，道化家庭。父子子孝，人间美景。孝贤文帝，泽民德风。曾子三省，克族悌急。房乡整亲，夏凉冬温。一日三朝，文王定省。哭子生神，梦中成名。百孝经文，奉为圭臬。老少皆能采于于亲。家有父老，不立围墙。安身立命，报道奉行。爱亲不误，敬亲不慢。爱敬事亲，德教百姓。立身行道，扬名后世。以贤父母，是谓孝忠。同气连枝，常枕大备。兄有弟恭，亲有义坤。言事家训，告诫祖孙。留德后辈，家言义行。婆媳妯娌，妇德有事。鸡肠鸟肚，姑嫂不宁。空中造谣，无中生有。离间兄弟，非是吉星。夫和妇顺，如鼓琴瑟。阴阳调和，相敬如宾。其有弊端，不骄寡信。有朋非亲，相视贵重。损友无情，是非不断。亦有利己，质量多闻。智者明辨，清流敌视。志同道合，愿力道逢。今人纯忠，国有真祥。君霸臣奸，民不聊生。敦人秉德，以化暴力。修理诚意，精纯于心。德在百姓，心系万民。清正廉明，一路福星。晏子春秋，其心明鉴。七言谈诚，不污德平。枕戈待旦，精进不懈。万言直练，常有未争。今时古月，今月古人。己数混浊，唯我不能。三论忠义，气贯长逢。撼动山河，秉类忠心。坚如金刚，牢不可破。无坚不摧，横扫万军。日夜朝朝，乾坤朗朗。先尘不变，内佛纯净。天地平水，千古常在。
星斗维尔万世长存。昔有孔圣周游列国，推到迅速天下启蒙，仁义正道万物皆应，16智者所呼亦成。孟子信善事端之发，心北意欲，一生大功。其为弃而配欲与道，自大自刚，自妙自灵。书无困苦历19载，汉贼所握心在朝廷。威势力又不辱使命，云水吞占不灭忠心。资格孔明，殚精竭虑，急功近瘁，只求前宗。忠存义守，内诚力取，何来何去，何必相争？杨家将士一文忠烈，精兵猛将条条忠魂。苏武木匠精忠报国，12金牌何去死生？荡气回肠，家国天下，智者参天，满江红中。朔漠三贼，铮铮傲骨，山河破碎，人冤我存。成人取义，气谁正气？歌咏千载，天享人品。张巡包拯，何忍不是？在世忠义，死或留名。入主金宫，合同印证。奈何已是独钟一心？工厂主序，八卦如会，大开普度，芸芸众生。大考大验，大运大行，真思重道，真思重道，忠义双成。历代圣贤先尊菩萨，做人仰瞻忠义精神。人如忠义，日强边朝。见风转舵，使人看清。无义失信，无廉失耻，无信不威，无耻失人。大绝不义，余欲殆尽。无精则愤，无度则分。无伦理者，无修身者。无忠义者，无道德根。真修道子，修己严律，丝毫不苟，练发言行。是车是戳，砥砺琢磨。是德八学，荡然无存。穷不思义，达不离道。忠贞廉洁，立德立平。真谛妙理，均比垂世。告诫世人，一部真经。胡某真经，日日持诵。主敬层层，必有感应。全心跪拜，持念观心。忠义相随，日夜遵行。心宽体盘，精气神聚，无有半点亏欠诚心。腰志不生，磨当不日。太和元气，七彩祥云。逢凶化吉，遇灾成祥。尊经孝行，转运改命。经传千秋，原则居沃。诵念行久美，大圣神。胡某真经，全诵至此。浩然正气，充塞满云。唯独无气，欲去经中。唯独无形，成就大功。欲心贯彻，与心印心。96乾坤，彼岸同登。轻灾勿忽，时刻守。余刻再刻3刻4刻5刻6刻7刻8刻9刻10刻守。
恭送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发印证考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说言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极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年圣教归上圣。天发老母垂玉线，说言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本年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今年去超生。适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谁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座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多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智，赦罪三草救众生。救苦天真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不至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逢法显神通。扯旗照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娘弥勒真。吴王敕令记下生，说服南辕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座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。往娘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莲太保阿弥陀佛时刻，余刻再刻再刻，4刻5刻6刻7刻8刻9刻10刻手。爱详其五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赵朝明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子仙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
圣帝君，关圣帝君，诸佛菩萨，诸佛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。世所自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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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感谢点恩师领任执掌贵千贤获学导读完毕。感恩会前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方式慈悲，各位点方式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副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团体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